大家好，今日我會同大家講下九巴同城巴嘅606系列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。首先就係主線606，大家有冇坐過606號巴士？如果由彩雲坐到去南灣半島，真係好似遊車河咁，但你知唔知呢條線當年其實係東隧開荒牛嚟？時光倒流去到1987年，嗰陣東區海底隧道快將落成，九巴同中巴就喺計劃入面，提議開一條往返彩雲同小西灣嘅線。最初個編號係諗住叫111英文字母，後來又諗過叫404，好彩最後定咗做606。如果唔係，大家而家可能係等緊404巴士，聽落好似揾唔到網頁咁，幾尷尬啊！1989年9月21號東隧通車，第二日606就正式投入服務。嗰陣佢仲係去到柴灣東站，未去到而家嘅南灣半島。最初佢行得都幾直接，係經泰康街同英皇道咁行。去到90年代，小西灣開始多人住，606就喺1990年延長到小西灣。由嗰陣開始，佢嘅服務範圍就越嚟越廣。1990年專程兜埋入藍田交匯處。1996年呢年係關鍵，因為區議會要求606唔再行快路，而係要來回都兜埋耀東興東同北角東部。雖然方便咗更多居民，但也奠定咗佢特慢過海線嘅地位。大家記唔記以前無冷氣嘅熱狗巴士？1995年九巴開始加派冷氣巴士。1998年呢年係香港巴士界嘅大事，中巴專營權結束，606嘅中巴班次直接交咗俾城巴接手，城巴一嚟就將全部車換晒做冷氣車，令606喺1998年正式全面冷氣化。去到2001年小西灣南灣半島嘅總站正式啟用，606亦都搬入去現址，之後幾年仲陸續加咗好多東隧轉乘優惠，令佢成為一條接駁東九龍同港島東嘅重要流水過海線。所以話606唔單止係一條巴士線，佢係見證住柴灣、小西灣同耀東發展嘅活古蹟。雖然佢真係幾兜，但如果你想舒舒服服睇下港島東嘅風景，606絕對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跟住就係606開刀斬成嘅嗰兩條線，即係606A 同606X 兩條線。其實呢兩條線就係606喺繁忙時間分解成兩條線咁解。606A 其實簡單幾個字可以解釋完，就等同606斬咗佢耀東村咁解。而606X 都一樣，都係幾個字可以講完，就係喺彩雲俾人斬到九龍灣，跟住出東隧之後飛咗耀東嗰 part。606A 係一流嘅，但如果你係要趕返工、趕開會，坐606A 真係挑戰緊你嘅血壓。佢服務嘅對象好明顯係一班老街坊，或者係要去耀東、興東嗰邊嘅特定客群。對後生仔嚟講，呢架車簡直係慢活嘅代名詞，坐到你懷疑人生。跟住就要講下大家嘅英雄606X 啦。呢條線簡直係606家族嘅救星。點解？因為佢終於肯行觀塘繞道 ，skip 咗觀塘道嗰段塞車地獄，仲要直達柴灣、小西灣。對於住喺小西灣或者柴灣，又要去九龍灣返工嘅朋友嚟講，606X 簡直係神藥。佢慳返嘅時間，分分鐘夠你食多個早餐。點知呢粒藥好難求㗎。606X 嘅班次疏到一個點，如果你去到巴士站見到個牌寫住仲有20分鐘，你真係會諗，到底我應該等，定係行去搭地鐵轉嚟轉去好呢？總括嚟講，我覺得606A 同606X 係兩個極端。606A 係照顧緊點對點嘅細微需求，雖然慢，但起碼幫到一班唔想轉車嘅長者。而606X 就係追求效率嘅現代產物。不過講真，九巴同城巴真係要諗下點樣優化。依家606系列最令人頭痛嘅唔係路線點行，而係嗰種明明有車，但永遠等唔到嘅感覺。
如果 606X 可以再頻密少少，或者 606A 唔好再咁兜，相信大家嘅怨氣會少好多。如果你聽日返工返學，你會揀慢慢坐 606A 睇風景，定係搏命衝去追嗰班 606X 呢？今日就嚟到咁多，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，下一條片再見。